册，后人叫伊是稀人魂啊。若是这种稀人册出现伫天顶，有可能啊，就是要翻风啦哦。啊，若是水气的量搁较济，云就会变成乌色，咱会讲迄是乌云。若是乌云的量较少，看起来无水要落雨，咱就会讲天气啊乌阴乌阴，也是乌阴天。啊若规个天顶拢乌云，雨水要落来，咱就会讲天暗暗。伫戏文内底，定讲是天顶啊乌云密布。啊，雨若落来，就叫做落雨天啊。有时雨细细啊，压伫人的身躯顶，要澹啊毋澹嘞，凉凉啊，爽快爽快。这种雨，咱就叫伊蒙蒙啊雨。蒙蒙啊雨，后人讲是湿湿啊雨，也是喷雨秋。蒙蒙啊含湿湿啊，拢是形容迄个雨啊，细细一条一条。喷雨手嘛，迄种雨喷的，就算啊，无口清气的喙手摸着，即款擦擦的感觉呢，啥意思啊？意思拢差不多。有时雨一直落袂煞，逐工啊一直落，一直落，落甲人用要洗锅啊，即种雨就叫做黄霜啊雨，也是细雨。黄霜是讲即种雨无大。袂算啊，鸡啊，营养无够，黄酸酸安尼啦。啊，若善雨啊，是咧讲这雨落真久，落甲人的心情拢野，拢善啊，所以叫做善雨。当年春天甲热天交界时，啊，就是季开来到芒种的时，定会落这种雨，所以啊，后人叫伊是芒种雨。梅雨。啊，若热天的雨，就较无共款啊哦。听，中昼过了，雄雄砰一声，大雨啊，就摔落来。但是啊，落无偌久就停啊，日头就去出来。这种雨是顺雨的一种，叫做西北雨，也是青光雨啦。咱台语啊，形容落雨的俗语真济哦，亲像西北雨落袂过田花，哈，蒙蒙啊雨落久，土嘛会淡，这两个俗。这两个俗语，一个是形容真长总是挡袂久，一个是讲若无大总是会当持续真久。两种拢会当摕来用伫人的个性，也是做代志的态度，看咱安怎用。台湾自古就是农业和渔业的社会，雨对大家有相当的重要性，所以和雨有关系的台语词也袂少哦。今仔日的台语听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个时间交翻互主播。就是先来甲时间交翻互主播咧，因为啊吼，因为这是插伫台语新闻的中去放送的短短节目，你看4分外钟嘛，对吧吼？伊毋是一个什物半点钟、1点钟的节目啊，伊就是迄个镜电视，吼，即摆镜电视已经上第4台啊，MOD 嘛看会到，就是你若等去台湾会当看，啊无你就伫 YouTube 拍台语听有无安尼吼，你就会当找着即个节目安尼。吼，啊，所以吼，就讲兴登互主播，啊，伊逐工要放送倒一个单元，毋是我去遐现录，我有迄个美国时间对吧？大家才有美国时间对吧？我无美国时间，我是台湾时间对吧？吼，无啦，咱台语讲美国就是大圆的意思对吧？吼，所以你看吼，美国西装安怎？大叔啦，美国的西装就大叔无？吼，啊，美国时间我无迄个美国时间，就是无迄个亮相的时间啦，吼。啊，佫有一种叫做一种华语叫做马拉巴栗，哦，遮大粒的，迄台湾厝林定种啊吼，马拉巴栗对无？遮大粒哦一粒，吼，迄籽啦，咱拢叫伊啥咧？美国土豆啦，美国土豆，你话遮大粒，你看，哦，所以吼，美国伫台语内底就是大意思啦，吼，对无吼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吼。迄个我无法度定定去录啦，所以我一届去就录足侪集的对无？哦，啊伊逐工若要放送倒一集，伊的新闻就爱去做迄个甲这有相关的话，做一条新闻，啊，着甲伊放送落安尼，哇！所以咧交等互主播，结果吼上济是送咧看，你知影？上济是送咧看，有一半以上的人，超过一半以上啊吼，拢是老师伫课堂上放互学生看啦。伊就讲啊吼，迄个啥物小学老师、国中老师、高中老师拢讲吼，啊我伫课堂上啊吼，我著剩一寡时间，毋知要教啥时，我著放台语听有无？互学生看，吼啊学生拢足爱咧，啊佫有
一寡国小国中要招我去分享，讲吼甲学生见面会啊，了，足心实的吼，就是拢因迄个，啊结果吼有一个物件，吼有一个囡仔吼，我真感动啊咧，吼，哦我来看卖啊，毋是来工程，等下工程车是我原本的工地车，即个人啊吼。足趣味的，即个囡仔，咱来听看卖。 The interior of an infinity is thoughtfully 台语听有，你看，即个囡仔吼，伊就是老师上课的时放迄互伊看吼，啊伊就足爱看，结果转去后毋知看几遍，甲所有的事拢背起来啦，足厉害的吼，背到足认真，啊家己要去做一个，听讲为一个红色的摕一个红色的带袂输，因为我节目拢会挂两条这带有无，啊伫遐无风迄去做，啊因爸爸妈妈帮伊做后壁迄个图啊咧，足厉害啊，足认真听话。无大江报新词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丁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毋知各位观众敢有发现，伊努力甲咱做伙，若是轿仔车、乌托摆、铁马尔尔，搁有一寡咧做工程咧用的车。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又要来甲大家分享这交通工具要安怎讲。伫工地啊、工厂咧使用的车，来，咱管跳理的跳一段当做是，咱跳。怪手。怪手嘛叫做卡拉车，因为伊头前有两个卡拉，卡拉嘛叫做是签道。迄个卡拉，若是乌较深的物件尔，嘛会当爬架、落架的时阵吐的。另外一项就是山鸟，山鸟就是华语讲的推土机。山鸟伊签到比怪手搁较快，会当一摆甲足侪物件吐起来。另外一项用动物来号名就是猪哥仔，猪哥仔其实是对哥仔的谐音。若是讲到工程车，嘛会想到沙石车。沙石车就是砂石车。其实沙石车嘛是拖拉机的一种哦。咱台语内底会讲开沙石车、拖拉机的人，咱会讲是拖拉机大。拖拉机通常拢足大台，佫有一种细台的拖拉机，就是发财车。发财车毋免有大卡车的驾照，就会当开啊哦。所以台湾的中小企业拢足介意的。佫有一种较大台，就是连结啊，连结车。连结车佫有分哦，伊有分做是半拖，佫有全拖。全拖就是车头的部分嘛会当载货，半拖车头的部分就袂当载货。咧做工程的车有遐尔啊侪种，就有载按摩头的南马控车啊，就是水泥预拌车；要甲物件吊悬起来的吊车啦，就是吊车；佫有要甲点仔甲底好平落来啦，就是压路机。工程车有遐尔啊侪种，毋知各位观众朋友有看过几种的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遮，多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下时间哇哦，我看着是有够感动的，你知影？我已经够背，甲比我较熟。你即摆要叫我安背吼，我已经背袂，我袂，无法度啦。你甲背甲足熟的安尼吼，啊，因厝里佫足用心，所以迄当阵伊老师敲电话互我，讲我吼，讲即个囡仔的代志的时啊，伊是要叫我甲囝电视讲看卖，问看卖讲，因为迄有版权的问题对吧？伊安尼模仿啊，到底会使袂使安尼？啊，我咧甲囝电视讲啊吼，讲迄个，即个就是囝电视当然有同意嘛，吼，讲好，所以咧，迄老师就紧甲即个物件吼，抛去网络安尼，啊，所以足古锥啊喎，吼，这就是迄个台语听有无啦，吼啊，其实伊有足侪题材，吼，啥物台湾的贵珍啦、好食物啦，吼，啊，佮有咧讲 ChatGPT 的台语有啊，吼，啊，嘛有较传统的妈祖信用，吼，啊，佮有这啥物这蜻蜓台语要来讲，田的吼来吼，啊，润饼台语要来讲，
润饼，啊若润饼。润饼糕对吧？润饼糕对吧？吼，啊，有讲迄个病，啊，有讲即个热的台语，头拄仔落雨有遮侪台语对无？热当然嘛有分足侪种的啊吼，啊，狗仔的品种啦吼，柴犬啦吼，对啊，饮料啦吼，对，就是足侪啦，吼，足侪好，所以大家若有兴趣啦吼，会当无代志是去 YouTube 点来看卖吼，好，咱早起就先讲到这。